请问罗雷蛇甲德高马这句俗语是什么意思 ？A. 拍断手骨颠倒用 ；B. 就是丢图无法度做决定 ；C. 是无步通行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罗雷是啥？罗雷，罗雷，蛇甲罗雷德高是迄德高嘛？德高安尼应该是C吧，都无步啊，行到尾啊都无啊。我拢总看无。我感觉是安尼啦，无步啊，无步甲罗雷已经行到上尾我啊。都做决定，甲行无步，毋是差不多安尼。我感觉是因为伊就迄什么无手骨颠倒用，拍断手骨嘿啊，伊颠倒用就无骨。头嘛，伊落来无骨头嘛。哦啊，行到尾啊，伊就是有迄戆戆的勇气嘛，敢是安尼？你赶快，要跟我赶快！唔惊管啦，我是落雷安尼。哎，如果要真有道理咧哦，吼，电动用，我电都用对。连都用。所以恁即马有3个答案呢。系啊，嘿，来来，啊，你家己敢不来敢？我挺木星，你听我我的。挺木青，无无青，无青，我挺木青。确定哦，行无青的，确定要听你哦。不要紧，我尾啊，还有一班。好安尼哦会再变。哇，因拢足在风的啦，真好真好。好，你的答案是。好，咱来看者，拍断手骨颠倒用对对唔对？唔对？来，咱先挖者，来挖者哈。挖一个吼。嘿，来，无你来。B 啊是 C， B 也是 C，我是感觉伊可能是无什么想法，一直行呀。我想是无步啊，应该是咧问讲，啊，无步啊哦。因为啊，系啊，你到尾都无卡，到尾就无后一步啊，对啊，无步。哎，只好一直蛇安尼无步啊。蛇啊，因为龟这个这句真正唔捌听过。好啦，安尼好啦，我决定啊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是啊。 C，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无步啊，对对唔对？那有分恭喜你数，就背清咯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即句吼讲迄个罗雷吼，你毋知罗雷伊即种动物吼，伊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讲伊较爱安那淡湿的所在，所以伊若有水气，伊就一直蛇，吼，一直向，啊伊袂晓迄个倒退路啦，对，袂晓把骨袂晓倒退路，啊若无水气的时阵，伊就在哪？伊怎停在遐？对。等啊，后一撮即个雨水也是露水，吼，啊迄个除非讲吼，迄个有机会吼，伊会当落来涂骹，啊若无伊就啥？就是死路一条，所以这就是咧，比如讲啊，迄个咱这代志已经啊啦，到呾来已经啊变无练啦，敢若这个路咧，说到高尾啊啦，死路一条，无步啊。无步啊。